第一，4月15日是香港第10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有些媒體形容夏寶龍視像會議的講話乃向美帝關稅戰的戰鬥核文，而一些中共文宣文否僭越國家法律，定性關稅戰為戰爭行為，國家安全凌駕一切，即係個人、公司、團體等等必須服從中央命令。第二，令人震驚，夏寶龍言下之意，暗示香港特區政府必須跟隨中央對美帝實施對等關稅，即香港取消零關稅。四人幫葉總逼人愛國比反共反華更無法無天。猶記得8964國務院向北京全市發出和實施戒嚴令，海外反共反華誤導世人，說當日人大會議審議出席法定人數不足，因此64戒嚴令不合法云云。第三，為什麼今天中共官吏前赴後繼地貪腐？究其原因係中共體制臃腫，人浮於事，官員打卡，上行下效，11爺爺上台以來大玩形式主義，浮誇之風盛行，即法治社會必然受重創，形成今天全國貪腐肥沃的土壤，這就是根本。第一，毛澤東徹頭徹尾馬克思主義者，即是實事求是，辯證唯物，社會階級在變革，毛澤東倡革命進行到底。今時今日阿 Q 黨仍僵化守舊，認為來往資本陣不可逾越底線，資本開放但有紅線，又如何？即是我們只要準確拿捏資本開放的利與弊。第二，增強外資信心，學習香港簡簡單單稅費，增強政府部門效率，賦予香港司法法律仲裁外資企業在國內的任何商業糾紛和上訴機制。第三，37萬億美元國債，即龐氏騙案滾存，美帝每天要還利息20億，特朗普向全球進口美國關稅大幅平均加30%，令人瞠目結舌。然而這是全世界千載難逢機會送美帝一程。為什麼？原因好簡單，即使全世界產業生產力回流美國，那麼高昂供應鏈、人工貴生產成本、產品結構超高成本等等，美國商品出口如何跟人家競爭？何況這是對等關稅。俄烏戰爭開始，西方國家政客、反動派戰略目的非常明顯，即是不惜人力物力大打代理人戰爭，目的好死俄羅斯。當時香港仔呼籲俄羅斯必須動用戰術核武器，西方國家不會為烏克蘭跟俄羅斯同歸於盡，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